翔，让爱飞翔，这里就有力量，让爱飞翔，乘着梦想一起去翱翔，温暖每颗心，将全世界照亮。让爱飞翔，这里就有希望。让爱飞翔，这里就有力量。让爱飞翔，乘着梦想一起去翱翔，温暖每颗心，将全世界照亮。温暖每颗心，将全世界照亮。温暖每颗心，将全世界照亮。是神的爱温暖我们的心，照亮全世界。阿们。是的，神给我们的爱，神让我们的爱学会勇敢，学会坚强。爱我们更靠近，爱我们学习跟神更靠近。勇敢去爱，不计较代价，温暖冰冷心，像遥远的阳光。爱是我们的痊愈，放下固执的模样，向前踏一步，更多靠近，更多接纳。爱让我们原谅，我们和好，爱让生命成长，爱让我们靠近，学习勇敢，被爱感动。爱让我们拥抱，我们微笑，爱让生命绽放，爱让我们勇敢，爱让我们牵起手来。爱是我们的爱，使我们不再惧怕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勇敢去爱，不计较代价，温暖冰冷心，像遥远的阳光。爱是我们的痊愈，放下固执的模样，向前踏一步，更多靠近，更多接纳。爱让我们原谅，我们和好，爱让生命成长，爱让我们靠近，学习勇敢，被爱感动。爱让我们拥抱，我们微笑，爱让生命绽放，爱让我们勇敢，爱让我们牵起手来。爱让我们原谅，我们和好，爱让生命成长，爱让我们靠近，学习勇敢，被爱感动。爱让我们拥抱，我们微笑，爱让生命绽放，爱让我们勇敢，爱让我们牵起手来。这个时候，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为我们不喜欢的人来祷告。你在爱人的路上，你有曾经被这个爱所捆绑吗？我们一起来为我们不喜欢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来祷告，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孩子，我们要学习用天父的爱，让我们学习用天父的爱爱我们那些不可爱的人。我们一起来为我们不喜欢的人来伤害我们的人做祷告，我们一起来为仇敌来祷告。哈利路亚！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为仇敌来祷告，说谢谢你，主谢谢你在我们的爱当中，你爱我们的每一个人，主谢谢你，你让我们学习用天父的爱来爱我们，主让我们重新的打开我们的心，能够重新的接纳。
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我们和好，爱让生命成长，爱让我们靠近，学习勇敢，被爱感动，爱让我们拥抱，我们微笑，爱让生命绽放，爱让我们勇敢，爱让我们牵起手来，爱让我们原谅，我们和好，爱让生命成长，爱让我们靠近，学习勇敢，被爱感动，爱让我们拥抱，我们微笑，爱让生命绽放，爱让我们勇敢，爱让我们牵起手来。我邀请大家闭上我们的眼睛，把你的一只手按在你的心上，把你的另外一只手向着神来举起来，让神的爱这时候借着你所按手的心，充满在你的心中。这份爱是从神而来的爱，这份爱是神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心中的爱，这份爱叫做阿嘎佩的爱，是神的爱，不是人的爱，不是弟兄姐妹，也不是儿女，也不是男女之间的爱，而是神无条件牺牲坚定的爱。如果在你的心中缺少这份爱，我要奉主的名祷告，圣灵要把神的爱浇灌在你的心中。如果你缺乏爱人的勇气，与人和好的勇气，缺乏原谅人的能力，奉主的名祷告，神的爱要帮助你，充满你，让你更加勇敢坚定去爱，即便是那不可爱的，即便是那伤害的，即便是那困难艰巨，距离再遥远，再冰冷，再冷漠，神的爱要大大的化解一切的仇恨，化解一切的伤害，要带来医治，要带来恢复。我要邀请大家这时候借着圣灵在你心中的感动，再一次来做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就是跟神说，神啊，使用我去爱人，神啊，使用我去爱我身边的人，使用我，让你的爱让我成为爱的器皿，让我能够去分享耶稣基督的爱。不论是谁，不论距离多遥远，让你能够使用我来分享这一份爱。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你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哦，是的，主耶稣，哦，主耶稣，我要奉主耶稣的名宣告，圣灵要把上帝的爱，此时此刻就要浇灌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圣灵要浇灌，把神的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阿嘎培的爱，要浇灌在每一个孩子的心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
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与人和好，是借着圣灵的能力，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使用我们去爱人，使用我们真诚的爱人，让我们在爱里面互相原谅，在爱里面能够和解，让我们在爱里面能够来缔造耶稣基督的肢体，让我们连结于耶稣基督。哈利路亚！谢谢赞美耶稣，哈利路亚！爱让我们原谅，我们和好；爱让生命成长，爱让我们靠近，学习勇敢，被爱感动。爱让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把我们的手向着神来举起来。生命绽放，爱让我们勇敢，爱让我们牵起手来。是的，天父，谢谢你的爱借着圣灵浇灌下来。在五旬节圣灵降临节的这一天当中，我们要再一次把自己当作爱的器皿献上为主所用。愿圣灵充满我们。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拍掌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在你要坐下来以前呢，请你走动一下，好，去找3个弟兄姐妹说：爱让我们更加勇敢，爱让我们更加勇敢，爱让我们更加勇敢，爱让我们更加勇敢。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晚上的经文，是来自于我们接下来这一周灵修的经文进度，彼得前书第4章第7节到第13节，我们一起来读。第7节，请。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最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神的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11节。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的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是这个礼拜是教会。有3大节期，好的其中一个节期，哪3大节期呢？复活节、圣诞节，好，圣灵降临节，好，那圣诞节呢，其实是从代降节开始，好，所以圣诞节的4个礼拜就是进入代降节。那这4个节期当中呢，好，与我们关系最大的，其实不是复活节，也不是圣诞节。而是圣灵降临节哦，我们一起说圣灵降临节，圣灵降临节，英文叫做 Pentecost。Pentecost 好，它就是一个从拉丁文翻译过来的。那这个拉丁文来自希腊文，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5个10，好，所以叫做五旬节，有没有听过？好，因为旬在中文的古文里面叫做10，好，所以。每一个10就是1旬哦，所以5个10叫做五旬节。好，所以这个意思呢，就是5个10。那是哪个50呢？好，就是从复活节开始之后的第50天。复活节开始之后的第50天发生什么事情呢？复活节开始之后的第50天，好，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2章。那时候好是他们要过五旬节。这五旬节不是在新约才有，旧约早就有了。而在这旧约当中，好，就是他们所定的收割节，或叫做收获节。这个节期呢，是他们要庆祝丰收，好，所以他们要庆祝五旬。所以呢，犹太人好，他们1年3次要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好，在那边来过节。所以五旬节的时刻呢，好，就是来自4面8方的犹太人，好，男生好会带着家人或是带着儿女，
会来到耶路撒冷来圣殿来朝见神哦。好，所以这是一个一年当中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呢，他们可能不知道，在49天之前，好，或是在渐渐知道49天之前，好，有一位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了。但是呢，在这耶稣复活的这49天当中呢，这些门徒好，他们去经历看见复活的耶稣，而这也是我们在49天前复活节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当中，好，不晓得还有没有人记得？第一个看见耶稣复活的人是谁呢？是一个女性，叫做玛利亚。可是这个玛利亚呢，圣经当中有6个玛利亚，好，她的名字叫做抹大拉的玛利亚，好，就是她住在抹大拉这个地方。从抹大拉的玛利亚第一个看见耶稣复活之后，开始传，开始去分享，开始去告诉人。49天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好看见，而且就算没有看见，因为他们做见证，他们就相信耶稣，那位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复活了，所以他们就相信，然后他们就来开始对耶稣好有不一样的认识，而回到使徒行传那个时刻呢，在那个五旬节的时候，好，有120个门徒，他们聚集在马可就是这个彼得前书好写的人啊，他的是这个彼得告诉马可啊，对不起，马可福音是马可写，但是是彼得说马可写，而这个彼得前书就是这个马可的老师呢，他们在马可家中的楼上一起在那边聚集和祷告，所以呢，大家就推论说，在那个时代，家里面有楼上的，好，表示呢，好，已经是豪宅了，不是平房，是有楼上的。好，他们在楼上祷告，而且还能够多少人？120个人。好，有谁的家楼上可以住120个人在那边聚会的？好，那也是超级豪宅。所以这个马可呢，好，被认为好，他是一个有钱人的家中啊，有钱人的家。但是呢，他们在那聚集祷告的时候呢，突然就在早上还没有9点的时候，早上8点多，好，我们回去，如果你要看得更仔细，你回去读《使徒行传》第2章，早上他们可能是6点7点就聚会，不晓得。可是呢，他们在那聚集8点多，突然有一个大响声，这样 bang， 好，不晓得，就圣经说大响声，然后有一阵大风吹进来。然后呢，就有圣灵像是火焰一样，好，它的形容，这像是火焰，又像是舌头，落在每一个人的头上。所以这个火不是只有一个火，是每个人的头上都有一个火，而那火的形状像是舌头，好，像是舌头。所以有的教会他们讲方言叫做舌语或是舌音，好，那个舌头。好，然后他们是用震动舌头方式，好，认为这是当初好圣灵充满的时候，好祷告的样子。可是呢，我们看《使徒行传》第2章，并不是这样，而是在那个时候，那一群人，好，他们都被圣灵充满，然后呢，他们说起各国的方言，方言就是不是官话，在《使徒行传》的官话是什么话？今天台湾好的官话是什么话？国语，好，国语，好，这是从那时候中华民国政府来台之后推动的，好，就是中华民国政府的官方语言叫做国语，好，所以中华民国政府是从哪里来的？从中国大陆来的，好，他就把这一套的国语好带到台湾这个地方来，好，但是题外话。你要知道，这个中华民国的国语官方的话，其实它是从哪个地方来的？有没有人知道？北京，好，所以呢，这个我们现在讲，你们在听的这个话叫做北京话，所以你应该好，如果你是习惯出生就讲这个话的人呢，你应该是哪里人？北京人，好，你应该是北京人啊，好，但是呢。在当初，好，这个孙中山先生，好，他们要创建中华民国的时候呢，他们曾经表决投票，好，这个到底要用哪一个语言当做中华民国的国语？结果呢，只差一点点，好，第二个
原来要当国语的是什么话？对，广东话。好，本来广东话差一点要变成中华民国的国语，因为孙中山是哪里人？广东人啊，他想要用他的母语。好，但是呢，选择了用北京话。所以呢，回到圣经，那时候的官方的语言是罗马人。罗马是用什么话呢？讲希腊话。所以罗马人呢，他们不讲罗马的话，他们讲是希腊话。为什么呢？因为亚历山大的缘故。罗马帝国的前一个时代是希腊帝国，亚历山大的缘故，把整个希腊化带到了地中海地区、欧亚非地区，所以那个影响力非常的可怕。用语言下去影响，所以连耶稣那个时代，他们都讲希腊话，就是我不是出生在希腊，可是我都用这个当作官方的语言。好，回来到圣经，所以你看圣经，他们是用各地的方言，然后呢，圣经就把这些方言来自于加帕多家，来自于比西底，来自于哪里路斯的，总共列出来了有15个地方，表示那一天聚集在那里的时候呢，本来从120个人，到后来祷告的人加进来的人越来越多，到最后，如果你看到第2章的最后面，那天受洗的男生20岁以上的男生超过3000人，3000人。发生什么事情？原来圣灵降临在那个房子里面，每一个人都被头上有一个火，被圣灵充满。他们虽然用不同自己家乡的语言，可是他们只祷告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呢？他们都在颂赞上帝的大能。他不管他们讲什么话都一样，每一个人祷告的内容都一样，都在哈利路亚，都在颂赞神，都在赞美神的大能。然后呢，他们一直讲个不停。问题是，这120个人当中呢，他们并不是那些国家的人。这120个人呢，他们并不是来自于路斯德，就是来自于这个地中海，他们并不是来自于这个其他的地区的犹太人，他们都是在耶路撒冷附近，或是在犹大地区的人。可是他们居然能够在那个时刻讲出他们家乡的话，所以人就好奇，就聚集过来，就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怎么会讲我的家乡的话？我虽然是犹太人，但是我们早就被流放到很远，我们的祖宗18代就已经到这个地方开始生活生存。居然我来到这个里，还可以听到我老远家乡的话，所以聚集在这里。聚集起来之后，彼得他就站起来宣告说：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你们不要以为我们是喝醉酒，因为现在彼得他没有戴手表，但是他是看太阳照下来的影子的长度，说现在不过是早上9点，哪有人早上9点就会喝醉酒？喝醉酒就算喝醉都是半夜，早上9点都在睡觉。早上9点没有人在喝醉酒的。我们不是喝醉酒，我们是被圣灵充满。这个圣灵就是耶稣他所预告的那一位，已经来到我们的当中。这位圣灵他已经按照神的旨意、神的应许和命定，已经透过我们，借着我们来见证分享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就是那一位被你们所杀害的耶稣，神已经立他为基督了。圣灵降临，把火降在这些人头上，让他们开始说出不一样国家地方的语言，都在赞美神。它只是一个管道，是一个过程，它的目的是要为上帝做见证，做像这一群上万的犹太来自天下各地的犹太人见证一件事情，就是彼得所起来宣告这个信息。49天前，应该要说52天前，因为耶稣3天死里复活。52天前被你们杀的那位耶稣，神已经使他复活，不但复活，而且他升天，神还立他做基督。基督这个字，我记得1月牧师来的时候有提到，基督的意思是什么？
受膏者，好，就是弥赛亚。好，我们说的是受膏者。上帝已经让他成为受膏者。受膏者，好，在我们基督在我们听起来，好，因为我们不懂这个犹太信仰，好，受膏者的这个意义。受膏者这个意思呢，好，其实它的意思非常的重要。好，小智他是一个先知，要被受膏抹；小智他是一个祭司，要受膏抹；甚至一个君王，他要成为君王，他也要受膏抹。所以这一位耶稣，神借着圣灵的降临，传达一个信息。这个信息是要让普天下万民知道的。那一位耶稣叫做 Jesus， 耶稣。他现在不再叫做耶稣，他叫做 Christ， 他叫做基督了。好，希腊文叫做 Christo。好，神已经让他成为受膏者，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好，在旧约当中叫做弥赛亚。所以这个都是翻译的问题。但是你知道他所代表的，如果对犹太人来说，这些犹太人他们一听到弥赛亚，肃然起敬，要么就是先知，不然就是祭司，甚至更重要，他可能就是一位君王。5月20号，我们有台湾中华民国有一位受膏者，叫成为我们的君王。好，其实我们不是君王制，我们是总统制啊。好，所以这一位赖清德，好，准总统，好，因为时间还没有到，我们不能够提前封他做总统。好，我们虽然说他是赖总统，但是因为他还没有正式的受职就任，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准总统。但是呢，他却是要代表着中华民国在台湾。好，这个是政治用语哦。中华民国这个国家存不存在？为什么存在？你看看台湾，好，就知道有中华民国这个国家。如果你去到中国大陆，看得到中华民国吗？完全的消失，好，完全的消灭，好，它没有任何中华民国的影子。但是因为有台湾这个地方，所以可以知道中华民国这个国家还存在。为什么？它有国家，它有政府，它有人民，它有土地，还有它有没有主权？它有主权，好，它有护照，它可以到其他的国家去，所以证明中华民国还在。同样的，这个受膏者，好，耶稣，他所代表的就是上帝的国就在我们的中间。你怎么知道上帝国在我们当中？你就看，因为有这个受膏者，所以因为这件事情无比的重要，但是却需要更多的人知道。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说以前好，在台湾之光这个名词出现之前，好，它叫做 MIT， 有没有听过 ？MIT 代表什么？如果你问美国人，他告诉你 MIT 代表 Massachusetts， 好，麻省理工学院，好，这是麻州的这个理工学院。可是呢，在透过台湾打响 MIT 这个字啊，叫做 Made in Taiwan， 因为台湾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是在做代工的。这个代工呢，就是台湾所制造的品质呢是有保障的，是有口碑的，是坚固耐用的。好，因为呢 ，Made in China， 好 ，MIC 呢，好，这个 Made in China 呢，好，这个衣服呢很便宜，可是你穿完拿去洗就褪色了，好，颜色就褪。那个时候我讲的是那个时候，所以因为有这个 MIT， 让台湾成为发光。所以呢，你买到这个品质，哇，只要是台湾制造者，好，就是好的。而同样，我们很喜欢买日本货，好 ，Made in Japan， 哇，这就是品质的保障，好，因为为什么呢？不管你是哪一家公司，不管你是哪一家工厂，这个 Made in Japan 的东西呢，也不需要经过日本首相，不需要经过日本的政府的查验，他们整个国家的系统。就是可以保证，只要是这个国家所做的，就是品质的保证。同样，台湾也在推动这样子的一个精致，好，叫做精工啦，好，台湾的精工，
好，我怎么越讲越远去了？我都快要接不回来了。好，但是呢，好，所以讲到我们要回到上帝国，因为圣灵，好，因为圣灵在这一群基督徒的身上，让我们知道上帝的国就在我们的当中。而那位耶稣，即便你没有看见，但是你知道他存在，就如同中华民国，你只要看到台湾，就知道中华民国这个国家是存在的。好，所以呢，《使徒行传》好第2章是一段耶稣在升天之前他的预告。刚才说，从复活节那一天到圣灵降临节，中间过了49天，第50天就是一大早。那天不知道是6点，不知道是7点，不知道是8点，没有人知道。但是只知道彼得出来公开跟上万的人在讲道的时候呢，成千上万人讲道的时候，已经是早上9点。他们可能5点就祷告了，甚至搞不好4点就祷告，而且120个人都有可能。可是他们在回应的就是耶稣升天的时候讲的这三句话，7、8、9节《使徒行传》耶稣对这一群门徒，耶稣要升天前对他们说：“那时间和日期是我父亲凭着自己的权柄定下的。”那个时间哦，就是他们在问说：“耶稣啊，你要走了，不是耶稣啊，你现在就是要复兴万物吗？你要成为这个世界的王了吗？”耶稣说：“没有，那个时间还没有到，而且不是你们应该知道的。”第8节，我们一起来读。可是圣灵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会充满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和撒玛利亚全境，甚至天涯海角，为我做见证。耶稣说：“你们不用 care 那个时间，比较 care 的是，在上帝的国真的来到地上之前，你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圣灵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会充满着能力。”所以我在前面加了一个炸弹哦，好，那个炸弹就是代表 power， 是一个能力。而这个能力要做什么呢？从现在这个地方耶路撒冷出去到隔壁叫做犹太山地，再出去到外面叫做外邦人的撒玛利亚，再出去到天涯海角，你们都要带着圣灵的能力做什么？最后那5个字：为主做见证。这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节，耶稣所说的事情要成就的那一刻、那1秒钟，那个按钮 button 按下去，好，就福音就炸开了。所以第一炮就是彼得站起来讲到，刚才我花了10分钟讲的这么长的这一篇，就是你们所杀的那个耶稣，神已经在天上高他、立他做基督弥赛亚。然后耶稣把这个信息交代完之后，就升天，他们就被云遮住耶稣。请问这些在地上看耶稣，这是11个门徒。好，如果看第1章，这是11个门徒，因为少了一个谁？犹大，好，自杀死了，少了一个门徒。可是这11个门徒，请问到后来有谁在看到耶稣回来？我能够说完全没有，好，完全没有。就算他们就像保罗有看到耶稣，好，但是他看到是一个大光，他看到已经不是那个升天前手上有钉痕，好，那个复活之后在加利利湖边跟他们一起抓鱼烤鱼来吃那个耶稣，他们看到的都是借着圣灵所看到的。而他从那一天之后，那是耶稣上去，而耶稣再回来的时候，那是前面说的上帝的国要临到，是耶稣要再来审判的时候。所以五旬节回应的我们每一次主祷文所说的2句话很重要的：愿你的国怎样降临，然后下一句呢？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上帝的国怎么能够降临呢？我们今天在中华民国，我们一直在守护台湾中华民国的主权，不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怎样搞混了。中国有中国的政府，中华民国有中华民国的政府，可是你主权搞不清楚的时候，能够有几个总统？
只能够有一个，那两个谁要听谁的话呢？上帝的国要在地上，是愿你的国降临。上帝的国怎么降临？就是因着教会。教会怎么开始？就是五旬节那一天，福音的爆炸之后，有一群人就过着凡物共用的生活，他们过着彼此相爱的生活，然后他们到了使徒行传第11章，教会这个字就出现了。其实耶稣还在马太福音讲到的时候，教会，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有没有记得？那时候耶稣都还没有上十字架，他就已经讲出教会这个字。教会是什么意思？就是一群被选召出来的人，一群被拣选出来的人。所以教会从来都不是在指一个地方，也不是在指一个建筑物，也不是在指一个礼拜堂。问题是我们今天一提到教会，都会先想到某个地方，但是教会指的是一群被拣选出来的人。跟你旁边的人说，教会是指一群被拣选出来的人。教会是指一群怎样被拣选出来的人。所以我们要有正确的教会观，就是要回到圣经，不要认为教会迦南教会、桃园教会、新竹教会、台南不是，或是良堂什么什么。教会指的是一群人，这一群人就是被圣灵充满，愿你的国降临，营造上帝国，然后活出一个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生活，就是为耶稣做见证，从这个地方到外面去，到隔壁去，然后再到外面去，再到天涯海角，为这位复活的耶稣做见证。如同我们今天很多的台湾年轻人，大家都会往国外去。当你往国外去的时候，人家看到你到国外的时候，不然你是去瑞典、去丹麦、去荷兰，你去美洲、去非洲，你去什么地方？他们看到你来到这个地方，就知道Where you come from? I come from Taiwan. 我从台湾来的。Taiwan, no Thailand. 牧师在美国的时候，最常听到Thai people。好，所以那个泰国牧师我们那个中会有泰国教会，所以那个泰国牧师常常都开玩笑说 ，We are Thai power， 好，我们都是泰，好，问题是他是 Thailand， 我们是 Taiwan， 好，但是我们都前面3个英文都一样，好 ，We are Thai power， 我们都是台湾的，好，代表台的，好，因为看起来又很像，好，这个泰国人的肤色，好，跟台湾人很像。好，所以呢，我们因为有看到这一群台湾人见证有台湾，同样有看到这一群带着圣灵的能力、带着圣灵的 power 的基督徒，知道耶稣复活。这位耶稣，他不是在书上好，或是在古时候像孔子一个传说中的人物，而是真的复活，真的来到这世界上，而且真的还要再回来到这世界上。那一位弥赛亚，那位受膏者，那位基督啊，所以我的前言好讲到这边好，但是呢，我后面的时间呢，好，我只能够讲重点。彼得前书跟刚才在五旬节那一天，好，那个彼得是同一个彼得，可是呢，这个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好，你们在五旬节看到，在使徒行传看到彼得是他还算年轻的时候，可是当他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好，他已经传福音，可能过了10-20年之后，他都有下一代的门徒出来。他发现耶稣并没有当初所想象，耶稣升天，下礼拜就回来；耶稣升天2个月后、3年后就回来，没有一等一晃10年、20年过去了，耶稣还没有回来。可是呢，我们已经在这边为了等待耶稣回来，好，我们的人生的方向、目标已经改变了。以前彼得跟他的弟弟安德烈是在抓鱼的，他的职业是捕鱼的。可是现在他就已经是成为全时间的传道人。他成为传道人呢，好，没有像之前好这样子的收入，而且呢，可能没有像以前生活的条件和环境，甚至他出去的地方都是不被欢迎的地方。好，我们去看《使徒行传》的后面就知道。保罗出去传福音，每个地方是拍手哇，欢迎保罗来到这边，然后拉着红布条，然后还插花欢迎他来。没有，
来到这边，每个都准备后面拿着什么？拿着石头，拿着棍子，好，然后呢，准备拿着好一堆的刀棒，好，就是哦，你敢来这边传福音，好，你敢来这边改变我们的信仰，我准备好你死啊，我们就是要你的命啊！但是呢，越这样好，他去的地方越远，好，他越不害怕，去的地方却是越远。所以彼得在做一个结论，好，因为这已经是一个老彼得了，好，老彼得，好，其实彼得的年纪跟耶稣是差不多，为什么？因为彼得，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30岁，彼得他有太太，你怎么知道彼得有太太？好，因为在福音书说彼得的岳母得了热病发烧，所以耶稣就要去医治他，表示彼得都已经结婚了，有结婚有岳母，搞不好也有小孩。所以彼得应该是在他们那时候的人结婚是在20岁左右，20几岁就结婚，所以彼得可能跟耶稣的年纪是很接近的。但是彼得他在传福音20年之后，他却呢用老彼得告诉这些年轻的基督徒们，我们信仰这一条路不是非常的轻松，不是非常的快乐，甚至某个角度来说，也不是非常的幸福啊，好，不是非常的幸福。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是教会，好，他用的话好，就是我们是 ecclesia， 我们是一群被拣选出来的人，我们是一群被分别出来的人。不要忘记，我们是有不同的身份，所以我们既然已经被拣选出来，就不要再把它放回去。有没有去买过鸡蛋？你们去买的鸡蛋都是怎么买的？是买那个一盒的吗？啊，有没有去菜市场买过鸡蛋？那个一大篮，然后称斤的，那你是要挑，那你怎么挑？闭着眼睛挑，随便挑。你会怎样？选那个比较大的，选那个比较干净的，好，上面最好不要有那个羽毛的，不要沾到那个鸡粪的。好，你会选那个哇，最好里面还有2颗蛋的，蛋黄的，你会去选。同样，上帝在拣选人成为他的国度子民，你觉得上帝是眼睛闭起来随便挑吗？他是从天而看，他甚至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神是看我们的内心。上帝是因为看到我们的内心，所以他的手就下来，把我们从我们原来的地方拣选出来，放在 ecclesia 教会里面这一群人。所以今天你坐在这个地方，你是经过这个程序，你是被上帝的手从你原来不会在这个地方聚会，可是上帝把你抓起来，然后放到这个地方，呼召你们，呼召我们成为教会被拣选出来的人。这一群人必须要知道，信仰不是轻松，不是容易，不是只有幸福快乐，不是只有吃喝，而是要不断的经过考验。而这个考验才能够知道这个信仰是不是真的。一个信仰，我说我相信，好啊，可是呢，没有经过考验，你就不知道这个信心到底是信真的还是信假的。唯有通过考验，才能够证明这个信心是真的。所以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在欧洲的共产国家。好，那时候有一群基督徒受到共产主义的迫害，然后他们就躲在教堂里面聚会，然后一群人躲在教堂里面聚会的时候，突然有2个蒙面的人持枪冲进来，就拿着枪进来之后呢，就说什么？说如果你们想要活命，好，只有一条路，好，你们通通跪在这个台上，好，如果想要活命的，只有一条路。就是马上放弃你的信仰，你就可以活着出去。如果你不愿意放弃，你今天就死在这个地方。结果很多人赶快站起来，好，然后呢，摸摸鼻子就默默地走出去。只有到最后，好，剩下几个人，不到个位数的人，继续跪在那个地方。然后呢，那2个蒙面拿枪的就说：“你们确定？好，你们真的今天就要死在这边？”他说：“我们确定这一群跪在那边，我们确定好，不管你怎么样逼迫我们，我们都不会否认耶稣。”就那2个把面罩拿下来说：“我们也是基督徒，我们在找真正有信心的人，跟他一起聚会。”好，
那这只是一个故事，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好，但是呢，牧师今天也不可能用这样子把大家都赶出去，好，只留下那个敢死在这里的人。如果的话，搞不好连牧师也要跑出去这样子。但是信心是要经过考验的，因为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那个信心才有价值啊。好，在上个礼拜母亲节，牧师从彼得前书分享，圣灵的工作其实是帮助我们可以顺服基督。圣灵的工作帮助我们愿意读圣经，而且你把圣经读完之后，你会相信圣经的话，不会只有相信这个课本的话，你会相信神所说的，而不会只有相信报纸新闻所说的。还有圣灵帮助我们顺服权柄，每一个权柄都是神所赐的，因为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要顺服尊重权柄。所以圣灵是在帮助我们在各样的苦难当中继续坚定做上帝的仆人，而且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要用行善做好事来堵住那些咒骂神的、咒骂基督徒人的破口啊，来堵住那些破口。而今天的信息呢，只有3句话。第一句话，我们一起说：为义受苦强过什么？为罪受苦啊！彼得前书3章13到17节。好，这一段话，我直接把它浓缩重点。为义受苦的人是有福的。义的意思就是对和正确的。你为了正确的事情，虽然被逼迫，虽然你可能因为这样子，老板说你这个好，或是你的同学、老师故意找茬。早期基督徒在学校当中是不受欢迎的时候呢，老师都会故意，有的老师都会故意说班上有没有基督徒，然后就有的学生就傻傻的举手，然后老师呢就特别来攻击这个学生。哦，你是基督徒，我就看你怎么样上这个基督徒，你证明上帝给我看。好，然后这个说你把上帝证明给我看，然后这个学生也很厉害，说老师好，你可不可以把你的脑拿出来给我看，证明你有脑？老师拿不出来，那说老师你拿不出来的话，就证明怎么样？老师没有脑，没有脑。好，为义受苦其实也是有福的。然后彼得说，告诉这些年轻的基督徒，不要怕，有的人故意找基督的麻烦，但是不要惊慌，因为只要心里面奉主的主基督为圣。好，记得基督跟耶稣这2个意思代表不一样。基督他已经是一个复活之后被膏抹的一个位分，只要奉主基督为圣，尊基督为主，使那些临入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们在基督里面已经做好事了，结果还被人家鸡蛋里挑骨头，还被人家故意用放大镜来检视。哦，你基督徒，好，你怎么可以在上课的时候放屁呢？好。这个屁就不是我们的这个身上的器官可以控制的，可是他就要用放大镜来检视。基督徒，你怎么可以吃饭之前没有祷告呢？基督徒，你怎么可以说谎呢？好，基督徒，你怎么可以怎么样？好，怎么可以礼拜天怎么样？但是呢，你要继续为义受苦，到最后让那些给你挑三拣四的人都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把脑袋拿出来、无脑的人。你要用这样子的态度来证明，因为彼得说，行善受苦比你作恶受苦好。有的人受苦，为什么今天没有钱？因为你把钱都拿去乱花。有的人为什么受苦？是因为他自己懒惰，他不要去工作，他自己不爱念书，他自己有染上的坏毛病、坏习惯，受苦，那是罪有怎么样？应得。本来就应该受的苦，可是我们做好事居然还要受苦，原来是不应该的。但是为了基督，都强过这一切。第二个，彼得要告诉年轻的基督徒，就是我们顺从神的旨意，强过顺从自己的情欲啊。好，这个比较短，所以请大家一起来读。既然基督在肉身受苦，你们也该将这样的心志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苦的，已经与罪断绝了，使你们从今以后不再随从人的情欲，
只顺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啊。好，其实今天我觉得，刚才前面牧师花了20分钟讲的那一段话，并不是在我的准备当中，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清楚的告诉人家为什么要过圣灵降临节，还有我们没有办法清楚的告诉人家圣灵是谁，所以呢，以至于你会看到很多的教导说圣灵充满就是要讲方言，圣灵充满好就是好一定要有一些的现象，这才叫圣灵充满。好，但是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圣灵充满，好，其实比那些现象还要重要太多。你要可以做的，必须要做的事情多太多，所以我们要有正确对圣灵的观念，而不是只有追求圣灵充满的那种现象，或是那种外面的表现，而是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这一段话，好，简短来说，就是耶稣他自己就已经先受过苦，肉身，就是耶稣还在上十字架以前，他就一直活出这个标准，为义受苦，表示说耶稣他不是借着超能力，然后呢他不怕苦，哇，他可以不用睡觉，他可以不用吃饭，他可以被人家鞭打，被人家吐口水，好，他都不会生气。没有，耶稣出生的时候会不会哭？你怎么知道会哭？圣经又没有写。但是因为我们知道他跟我们一样都是从妈妈的肚子里面出来的，所以耶稣的出生是跟每一个人一样。耶稣不会一出生就是一个30岁的样子，他都是从一个婴孩开始，必须要喝奶，必须要长牙齿，然后也不会走路。你可以想象耶稣，上帝的儿子，在地上爬，不会走路，好的这种阶段吗？耶稣也在肉身受苦，可是这个心志呢，却成为一个最大的兵器啊。所以彼得在告诉我们，要以受苦的心志为兵器，就是你要去 fight， 你要去征战，最好的兵器就是学习像耶稣在肉身受苦。好，这个我一讲下去，可能要再花10分钟。可是我觉得年轻人，你们必须要知道这件事情。昨天好，在中华民国的立法院，好发生了什么事情？好，每个都说哇，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好，到底他们在吵什么？为什么可以从一大早的签到，好，然后吵到晚上12点才结束呢？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主要为了3件事情。好，这个好讲出来，好，国民党、民众党联合要通过3个很重要的法案。第一个呢，就是总统要到立法院来备询，好，就是中华民国的元首，这在宪法里面是没有这一条的。但是他们要通过这个，中华民国总统要来到立法院上台备询，每一个立法委员都可以来质询总统。你们有没有看过立委在质询？他在质询行政院长的时候，会跟他这样子说：“行政院长你好，我可以请教你吗？”他们这种质询，对，就是那样，拍桌，然后呢丢东西，然后你出去，好，就是对总统这样，你出去，好，故意问你一个问题，然后不回你回答，出去。我的质询完毕，把这些官员当作什么？当作一个宠物，或是当作一个叫来训话的，然后摆这个立法委员的威风和架子。如果连一个国家的元首好都成为这样的话，好，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定这条法律的目的是什么？只是为了因为这次的总统选上的不是国民党的，这次总统选上的也不是民众党的。所以选上的是其他的党的，所以他们就要来定这个法来修理好这个总统，好，然后呢用强行2个党加起来要让他通过。第二个呢，好就是呢，好要让这个花莲台东好要东岸要建设环岛的高铁，好，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可是这个法呢，总共有23个版本。这23个版本来自于23组的立委提案，好，其实这个版本都还没有整合。那怎么整合成一个版本呢？就是他们要召开各种的委员会，大家要先去把你提出来的、你提出来去比较，最后浓缩好到一个版本，送到立法院的大会里面来表决通过。
那为了要这个程序呢，他们必须要去讨论说，我们要盖这个环岛的高铁，好，要去做环境的评估，路线要怎么走啊？好，站要设在什么地方啊？水土保持啊，还有你要去征收啊，还有那个像开雪隧的时候，光雪隧就挖了不知道超过10年。好，你要过山洞，你知道这个花莲这么会地震，这个高铁是不能够在几级以下，它那个4级的地震，它就马上要停驶。好，而且它那个桥梁什么结构，好都要考虑进去。你知道我们的海岸山脉跟中央山脉是分开的，有人知道吗？我们的海岸山脉还在往北走，每一年好是以0.0几公分好的这个距离，所以你可以去玉里看那个玉里大桥，就可以看得很明显，那个玉里大桥中间好，它就有一个，这个界限，过去是中央山脉。过来是海岸山脉，它的界限是会慢慢移动，但是我们活到你到100岁的时候，它可能只不过移1公分而已啊，好，所以不用担心。但是呢，你要在这个地方盖高铁，你是不是要考虑的更周到？可是这个版本呢，好，用很短的时间，其实根本不到2个礼拜，就抛出20几个版本，然后硬要强行表决，好，但是最扯的是里面说要在10年内完成。10年内要盖完，然后钱从哪里来？好，大概要花2兆。中华民国1年所有的税收，好，包括我们的缴税啦、股利啊，什么税收，1年也不过2兆。10年内你有其中1年都不能有做国家建设，好，不能有国家的各样的发展，就要拿去盖那个环岛的高铁。你觉得有可能？然后这个版本当中还说，可以向国际的国家主权基金来募款，好，意思就是用外国的钱来建设台湾的高铁。这一句话讲这样，它的意思就是什么？去跟中国借钱，好，因为这个国家主权基金其实就是中国的钱，好，那中国这个钱呢，撒银弹去各个国家建设，好，它已经有一个叫做一带一路。他去斯里兰卡，他去非洲，他去南非，他去意大利，在他们的港口，在他们的桥梁，帮他们盖高铁。跟他说，好，几年内都不用还钱，好，就是50年，好，或是多久都不用还钱。但是我要取得这个地方的经营权，好，所以你必须好要让我们经营。可是呢，你也可以去上网去查，很多这个“一带一路”的建设，到最后他们根本没有赚钱。好，甚至还欠钱。好，那个建设呢，甚至有的叫做豆腐渣工程。好，就是那个桥梁，好，桥梁上面的桥墩，好，还没有发生地震台风，它自己就倒下去了。很多这样的新闻，你可以去看。如果这个法案通过，它就是立法，它就是必须要执行，10年内要盖完，必须要去跟别的国家借2兆来盖，然后借完钱之后。以后花莲到台中的高铁经营权是谁的？不是什么台湾高铁公司，好，不好意思，好，是来自于中国对岸的，好，他们经营权。所以你要做花莲的高铁，怎样？你要先，这是我自己幻想的，好，你要先去换台胞证才能够上高铁，因为那是中华民国的管辖，好，你就要换台胞证之后搭高铁才能够到台东，有没有可能变成这样？非常的有可能，好，所以这些。为了人好，为了人自己好，他的想法，但是呢，却危害国家将来的利益啊。而回来到彼得前书，基督他为我们受苦，好，可是呢，他一个心志就是要以善来胜恶，以善来胜恶。所以你真的好为国家好，真的为中华民国台湾的建设发展，你不应该好是牺牲全民的利益。然后呢，去换来自己好，可能将来在对岸哇，就有人脉，我可以去见习近平啊，我将来就可以去见谁啊？好，我就来好，将来台湾被中国统一之后，我就可以成为台湾的高官，好，然后我的后代子孙好就可以享受好这个荣华富贵。很多人真的是这样的想法，所以他不惜出卖台湾的主权。不惜葬送中华民国这个国家好的国格，甚至连中华民国选出来的总统好都可以把他叫来羞辱，就是在羞辱自己，因为他根本就不 care 这个中华民国，
他比较 care 的好是对岸，他比较 care 的是那个人民币。但是很抱歉，好，人民币好在这几年真的是非常的糟糕，好，因为被美国修理制裁、经济制裁之后，好，人民币好真的是竞争力好不像5年前，人民币是非常的红啊。可是呢，被美国经济贸易制裁之后，现在人民币中国大陆的股市好真的是一落千丈啊，所以他们必须更要想办法好去挽救，好，所以在中国大陆。有一群叫做躺平族，跟你们在座年纪差不多，什么意思？就是他出去外面努力，结果呢，连自己赚不到什么钱，然后还要饿肚子，他不如干脆就躺在家里面，靠爸爸妈妈的钱好来过生活。我出去外面工作拿到了钱，跟我现在爸爸妈妈工作在家里面可以提供给我是一样的，所以他们不如叫做躺平。就是他们对于未来已经完全没有希望，所以这一句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要有受苦的心志。如果真的是为义、为善，为了将来上帝的国度，我们现在讲的是国家，但是我们为了上帝的国，我们必须要更加的勇敢和坚定。中华民国现在是113年，但是上帝的国几年了呢？从教会开始来算，好，我们常常说西元就是主后，好，那其实就是从耶稣好降生的时候，好，耶稣降生的时候，所以在五旬节那一天，好，上帝的国已经走了1900多年了，1900多年。如果你去看犹太人，好，犹太人的犹太年历，他们6000多年怎么算的？5000多年怎么算？从亚当出生那一天开始算，这更厉害。好，亚当出生那一天开始算，好，就是犹太人的开始啊。好，所以他们有一个计算的方法。好，那最后，上帝国的荣耀冠冕强过财宝名声。好，因为我们想要追求地上的财宝，可是呢，却没有换得上帝的荣耀冠冕，是最可惜的。好，那这一段经文好字有很多了，所以牧师直接帮大家讲重点。你要怎么样得到荣耀的冠冕？第一个就是要牧养上帝的群羊，我们一起说牧养上帝的群羊，就是上帝拣选我们成为教会，要做的就是要去牧养上帝的羊群。你不要牧养错了，好，有时候我们去牧养这些不是上帝要拣选的，可是我们一直牧养它，一直牧养它。你怎么知道它是不是上帝所拣选的？其实很简单，就是你有没有带着圣灵的能力，好去带领他。而当你带着圣灵的能力去带领他的时候，他有没有接受到？如果你通常是3次跟一个人传福音，好，你大概就抓3次。好，第一次拒绝你非常的正常，第2次再拒绝你，好，你也不要难过。但是第3次再拒绝你，好，你就要好好祷告，这是不是上帝所拣选的？好，当然我们要知道说，有时候是我们传福音的方法错误，好，你跟他传300次也不会成功。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带着神的爱去跟他传福音，为他祷告，好，为他付出，好，你可以用这样子来评估，这是是不是上帝要拣选的羊群？好，如果不是的话，好，你就不用继续的花时间，好，花注意力，还有上帝更多的羊群。第2个就要照神的旨意照顾他们，要甘心，要乐意。还有，当你成为一个领袖，不要辖制这一些上帝托付给你的羊群。就是把这些羊群当作什么？当作你的喽一样，好，这个差遣过来，好，去帮我买便当，来帮我捶背，好，现在没有冷气，去拿电风扇，好，来吹，好，给我吹，这就是辖制，好，就是把这些羊呢宰来吃哦，而是要怎样做羊群的榜样。所以你要让这些羊成长，你就要自己先成长哦，因为只有这样做。到了时候，彼得说才能够得到永恒。好，他的原来是说不朽坏，不朽坏词就是永远荣耀的冠冕。所以这3件事情，主导文告诉我们：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要为义受苦。好，一起来说：为义受苦，强如为罪受苦。第2。顺神旨意强过顺己的情欲。第3，荣耀冠冕强过财宝名声啊！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
学习去爱人。你爱不是看自己的心情，今天心情好我就爱你，明天心情不好我就不爱你。我爱人也不是看地点、看肤色，这是真的不容易的。好，因为你不相信的话，等一下结束之后，你去到钱柜，你去到光南，好，在那前面有很多的人，你可以去看看他们，或是你去到文昌公园图书馆，你愿意爱他们吗？你愿意服侍他们吗？你愿意跟他坐下来吗？跟他聊聊几句话吗？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很容易去爱人，但是因为我们都是爱那些看起来很可爱的爸爸妈妈，爱自己的小孩，哇，怎么看怎么可爱。你以为你充满了爱，其实这不是神的爱。神的爱是告诉我们说，要去爱那些不可爱的，去爱那些卑微的，去爱那些孤儿寡妇，爱那些被人家冷落的，像是那个被打倒的、被欺压的，你要去为他们伸冤，你要去站在他们的旁边。这样的能力从哪里来呢？这就是五旬节我们所要求的，求神给我们有这个爱人的能力，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从这位上站立起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勇敢去爱，不计较代价，温暖冰冷心，像遥远的阳光。爱是我们的痊愈，放下固执的模样，向前踏一步，更多靠近，更多接纳。成长，爱让我们靠近，学习勇敢，被爱感动，爱让我们拥抱，我们微笑，爱让生命绽放，爱让我们勇敢，爱让我们牵起手来。我们再次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要邀请你跟旁边人牵着手，牵着你隔壁人手来唱这首诗歌。勇敢去爱，勇敢去爱，不计较代价，温暖冰冷的心，温暖冰冷心，像遥远的阳光。爱是我们的痊愈，爱是我们的痊愈，放下固执的模样，向前踏一步，更多靠近，更多接纳。爱让我们原谅，我们和好，爱让生命成长，爱让我们靠近，学习勇敢，被爱感动，爱让我们拥抱，我们微笑，爱让生命绽放，爱让我们靠近，跟我们牵起手来。我们爱，一生先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一生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爱让我们原谅，我们和好，爱让生命成长，爱让我们靠近，学习勇敢，被爱感动，爱让我们拥抱，我们微笑，爱让生命绽放，
时候，我们继续牵着我们隔壁人的手，我们来祷告，求上帝让我们能够勇敢的爱，知道这个爱是必须要面对苦难，甚至是为义行善而受苦。但是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不会停下来爱；当我们受苦被拒绝的时候，我们不会放弃去爱人，因为我们对神的爱，因为神也没有放弃我们，让神的爱继续活在我们心中，让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让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来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勇敢，谢谢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神爱我们，神没有放弃我们，神没有忘记我们，神在我们最软弱、最孤单、最缺乏、最贫乏的时候，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当中，神在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神在万人当中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爱的管道，让我们成为爱的记号。谢谢主耶稣，爱让我们原谅，我们和好，爱让生命成长，爱让我们靠近，学习勇敢，被爱感动，爱让我们拥抱，我们微笑，爱让生命绽放，爱让我们勇敢，爱让我们牵起手来。最后一个祷告。今天开始就是圣灵降临节、五旬节，因为犹太人是从太阳下山开始，就是一天的开始。当圣灵降临，上帝的爱在你身上，让你愿意在神的面前被上帝拣选，说：“上帝，我愿意被你使用。”你就要依靠圣灵的能力。要知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你必须要依靠圣灵的帮助。所以，当你下一次不再去爱人的时候，你要祷告的是：上帝啊，圣灵啊，帮助我愿意继续爱，让我想到耶稣，让我想到马街，让我想到这些为我祷告的人，他们对我的不放弃，我也要继续不放弃的爱下去，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唯有通过爱，上帝的国才能够在这个地上，上帝的国才能够降临，上帝的旨意才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邀请大家做一个这样的祷告。牧师要邀请大家，如果你愿意的话，我祷告一句，请你跟我祷告一句：亲爱的圣灵，亲爱的圣灵，请你进入我的心，请你进入我的心，医治我的生命，医治我的生命，修补我的心情，修补我的心情。不论我过去如何的被伤害，无论我过去如何的被伤害，无论我现在心中有什么样的伤痛，无论我现在心中有什么样的伤痛，甚至在我心里的深处是孤单的，甚至在我心里的深处是孤单的，是黑暗的，是黑暗的，是冰冷的，是冰冷的。求你让我知道上帝的爱永不离开我，求你让我知道上帝的爱是永不离开我，没有任何的事能够将我与神的爱隔绝，没有任何的事能将我与神的爱隔绝，因为圣灵的帮助，因为圣灵的帮助，让我知道我是被神所爱的，让我知道我是被神所爱的，我是被神所拣选的，我是被神所拣选的，我就是教会，我就是教会，我要活出上帝的呼召，我要活出上帝的呼召，活出上帝的爱，活出上帝的爱，帮助我的不足，帮助我的不足。当我想要发脾气的时候，当我想要发脾气的时候，求圣灵帮助我，求圣灵帮助我。当我眼中嫉妒的时候，求圣灵帮助我，当我眼中嫉妒的时候，求圣灵帮助我。当我灵里面愤怒的时候，求圣灵帮助我，当我里面愤怒的时候，求圣灵帮助我。让我效法耶稣，让我效法耶稣，为义受苦，为义受苦，以受苦的心志为兵器，以受苦的心志为兵器，胜过环境，胜过环境，胜过黑暗，胜过黑暗，胜过仇敌，胜过仇敌，胜过黑暗的权势，胜过黑暗的权势。让我用善来胜过恶，让我用善来胜过恶，让我用生命来见证基督的复活，让我用生命来见证基督的复活，让我的生命是活在光明当中，让我的生命是活在光明当中，
让我的生命是活在盼望当中，让我的生命是活在盼望当中。因为我知道上帝必与我同在，因为我知道上帝必与我同在。我们要预备上帝的国降临，我们要预备上帝的国降临，让上帝的旨意行在这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让上帝的旨意如同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圣灵降临节的这一天，在圣灵降临节的这一天，赐给我能力，赐给我能力，赐给我口才，赐给我口才，赐给我圣灵的火，赐给我圣灵的火，让我口中说出赞美的话，让我口中说出赞美的话，让我心中唱出赞美的歌，让我心中唱出赞美的歌，让我愿意为主而去，让我愿意为主而去，到外面的地方见证复活的耶稣，到外面的地方见证复活的耶稣，知道耶稣永远活着，知道耶稣永远活着，让人知道耶稣永远爱我们，让人知道耶稣永远爱我们。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我们是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让我们开场把荣耀归给神。好，弟兄姐妹，请坐。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一种感动，回应神的恩典，也是一种行动，为主事工所用。这个时候来预备我们的奉献。我心切切渴慕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你恩典与慈爱永无止息，你心是直到永远。我望我的生命，你奇妙生命，献上我的赞美。请起立。耶稣，主耶稣，就有我一生。耶稣，主耶稣，就有我一生。亲爱的上帝，感谢你再次聚集孩子们来到你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感谢神，让我们透过牧师的口，让我们今天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过圣灵降临节，也让我们在爱人的过程当中，当我们爱不下去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你所拣选的，所以我们要带着圣灵的帮助以及圣灵的勇气，让我们能够继续爱下去，能够来传扬你的福音。我们现在献上我们的时间、金钱以及才能，为主所用，愿你悦纳。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这个时候找3个人说：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谢谢你的爱，每个温暖微笑。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爱，每个紧紧拥抱，坚定的鼓励，是我向前的勇气，一起追逐梦想不放弃，让爱飞翔，让爱飞翔，这里就有希望。这里就有力量，让爱飞翔，乘着梦想一起去翱翔，温暖每颗心，将全世界照亮。让爱飞翔，这里就有希望。让爱飞翔，这里就有力量。乘着梦想一起去翱翔，温暖每颗心，将全世界照亮。用这份爱去关怀，去
看也去明白，用这份爱去分享，让世界不一样，让这份深深感动停留我们心中，因为爱使生命再次灿烂，让爱飞翔，这里就有希望，让爱飞翔，这里就有力量，让爱飞翔，乘着梦想一起去翱翔，温暖每颗心，将全世界照亮，温暖每颗心，温暖每颗心，将全世界再次温暖每颗心，将全世界照亮，温暖每颗心，将全世界照亮。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用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耶稣，你让我们知道，每一位为耶稣去爱的人都不是孤单的，都是勇敢的。让我们知道，每一位愿意去爱的人都是被圣灵所充满的。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感动，天天常常时时与你们众人同在，使你们活出爱、勇敢爱，并且为神而爱，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再次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请坐。嗨，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好，我今天声音有点怪怪的，因为感冒还没有好哈，不是那个音控的问题哈，大家忍耐一下。好，现在是我们报告时间。今天有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是我们今天有好多新朋友哦。好，我们一个一个来念名字哦。第一位是张怡静，怡静，请你起立。然后还有一位是金香带来的朋友倪彩珊，还有一位是郑路佳。好，第四位是正邦的朋友肖慧怡，哇，好棒哦！我们一起欢迎他们哦，不要担心，我不会请你们上台自我介绍，我们就会很热烈的欢迎你这样。那等一下我们小组长会来关心你们，好，请坐。好，那接下来呢，下一页。好，我们的那个敬拜团呢，每一年都会一起去参加高峰会。然后我们本来已经报名截止哦，但是呢，我们的组长心里想说，哇，这个高峰会实在是太棒了，大家一定要去，不去太可惜，所以我们延长报名到5月底，对不对，新民？好，那如果有需要报名的话呢，请洽我们的新民指示。好，下一页。好，下礼拜5月26号礼拜天下午3点有陈柏志牧师的就任受职感恩礼拜，请大家要出席参加。哦，没有来会后悔哦。哦，对，哦，有惊喜。哎，等一下哦，等一下，嘿，等一下，我们有一个影片，那这个是教会60周年的那个特刊的影片，请大家观赏一下。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我要来教大家如何操作江南教会60周年特刊相片收集线上表单操作。你可以使用修组长给你的那个字，或者是你可以扫描 QR code， 但他们的操作是一样的。当你扫描 QR code 之后呢，打开二维码，就可以进入我们线上表单的界面。那这里也有提供纸本的表单可以做下载。如果是您在干事室没有看到纸本表单的话，也可以在这边下载之后列印出来。下方呢就填上您的提供者姓名，然后提供者的小组的话，建议您填上您的区还有你的小组，然后待会要提供照片的它的时间，对，那先写月份，再写日期，再写年份，这样子。然后再来是照片内容的简述，越详细越好。然后如果照片上面有人物的话，请在这此处标记
比如说左边是谁，中间是谁，右边是谁。他如果有多个人的话，就请尽量的，就是表示清楚。然后最后呢，按这个行政档案，就可以上传你要给的照片，按浏览，然后到你的媒体浏览器里面，你就可以选出你要点选的照片，上传的照片是哪一张，然后上传之后，我们编辑委员小组就会收到了，谢谢。好哇，他们很贴心做了这个教学流程。那我们请一下那个我们编辑的特刊小组的木轩执事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好，大家有猜到这是谁的声音吗？没有，这就是我的声音。我用 AI 把它换成另外一个，有点超龄呆哦。对，好，那就是我不知道放出来是这个样子啊。那个就是这样，叫60周年特刊要征求大家，如果你手上有关于以前的那个照片的话，那你可以透过刚刚那个方式，线上就是提供照片，然后或者是你可以去下载纸本的。那现在干事室应该也有纸本的在那个地方，你可以去拿纸本的。就是看你的照片，如果你的照片是实体的照片，你就可以拿纸本的来提供；如果你的照片是线上的，你就拿线上的照片来提供。那最重要就是你要注明一下，我们下面有一些就是有一些项目，请你仔细的填，因为我们不希望说我们拿到照片，然后我们都不知道照片发生什么事情。对，那也只有你提供照片的人知道，所以就请你依照下面，比如说你提供的姓名啊，照片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大概简述一下这个照片的内容是怎么样，然后可以的话介绍一下上面就是有哪些人出现在上面，方便我们那个特刊小组可以做归档或是做介绍，或是我们在排的时候我们比较好去做文字的注记。谢谢大家，那就是请大家提供照片，谢谢。好，下一页就是他们的 QR code。如果你现在就有感动呢，我现在就有一张照片想要 po， 然后你就可以现在扫一下。好，那下一页。好哇，我们的那个49号的5楼500跟501已经完工了，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那6楼的部分呢，因为他们现在还正在整修，对，即将完工，所以大家经过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点。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有一个就是我们长老小慧要给教会的一封信，请立柱长老来报告。大家平安，牧师平安。我要说的这个公开信呢，在我们的纸本周报那第7页的地方。如果你手上没有纸本周报，你有需要的话，可以举手，我们后面有招待人员可以给你哈。那如果你有纸本的话，可以翻开第7页。那这个在教会大家很久知道说有长执会这个东西哦，就是执事长老，然后跟本会的牧师所组成的。那小会呢，就是长老跟牧师组成的，这个叫做小会哈。那这个公开信是5月5号就写了，所以在上个礼拜母亲节的主日呢，已经有被宣读过一次。那我们总共会宣读2周的时间哈。那大家翻开第7页的地方，我来读哈。迦南教会小会致全体会员公开信，迦南教会众兄姐们平安，愿恩惠和平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给您。迦南教会设立至今将届满60周年，在近一甲子的岁月中，看见上帝的信实，也看见福音的大能，使迦南在桃园成为一间充满影响力的教会。我们满心感恩，感谢上帝恩典，感谢历任牧者的牧养，感谢历任长职承担重责大任，感谢每位服侍同工坚守岗位，让迦南教会不断成长茁壮。然而2023年末，因牧者团队离任决议，教会产生讶异、不解或不舍，且有46名会员转出会籍，带给教会极大阵痛。上帝的怜悯在艰难时刻呼召前任牧者陈伯志牧师受聘回教会进行重整，小会员们深感欣慰，也发出呼吁，邀请兄姐一起以爱心、诚实面对问题，以真诚化解争执，以祝福化解怨怒，一起为上帝国努力。
一同为福音出发前进。近来会有反映，在非公开场合收到去其他教会服事的邀请而倍感压力。经小会员讨论后，决定以公开性方式向本会会友解释说明，也盼能减轻额外服事的或人情的压力。根据教会间的伦理，请各位兄姐们能够明白以下的服事原则：第一，您若是现任的长职同工，且收到其他教会服事的邀请的时候，请务必向主任牧师报备，并获得同意后再前往服事。第二，您若是本会的会员，当收到外面服事或聚会邀请的时候，请于事前告知区长或是小组长，寻求遮盖，以减少不必要的误会。第三，您若是尚未成为本会的会员，你可以按照个人的感动决定，若需征求意见时候，可洽牧师或长老来协助。另外，有关私下向本会会友请求奉献或是募款等情事，依照圣经的原则，我们都必须做金钱的好管家，也必须做主忠心良善的仆人，善用上帝所赏赐的金钱及才能，尽信徒的本分。因此，若有其他教会私下向您请求奉献或募款等情事，您可以依照圣经的教导，按照本心所酌定的来奉献，不要勉强，也不要为难，因为上帝爱捐得乐意的人。兄姐们在捐献上若有遇到困扰的时候，可以随时向区组长或是牧者来寻求咨询。最后，若有邀请转会期的情事发生的时候，第一，请你先安静祷告，查验上帝的旨意为何。第二，请和区组长或牧长沟通，确定是上帝的带领之后，再填写转籍申请表。会员籍像是户籍一般，代表在所属教会享有权利及义务。盼兄姐能够看重所属的会员籍，在所属的教会当中能够尽心尽意的来服侍神。以上几点说明，盼望能让本会的会员更加明白教会间的伦理，也能够更专心投入在服侍岗位上，并且借上帝所赐的金钱才干来荣神益人。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迦南教会小会近期主后2024年5月5日以上。那我请柏志牧师来做结束或是一些补充，好不好？谢谢。好，我们拍手，谢谢丽珠长老。好，那丽珠长老也是我们牧区的青年牧区的区长哦。好，虽然可能我们年轻人好不一定知道小会怎么样讨论好，但是呢，这是一个公开性，就是说迦南教会在面对会友好要离开或是要进来，或是要去其他教会服事的时候，好，这是一个基础，好，也盼望大家能够按照这样的基础，好，而不要让教会产生的误会，或是说让好我们教会跟教会之间也产生误会。为什么你们教会的人跑来我们教会？好，为什么我们教会人跑去你们教会？好，这样子的混淆。好，其实这对上帝的国来讲，我们都是主里一家人。好，但是上帝把我们呼召出来，也是要我们能够来再建立基督的肢体。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在上帝为什么把我们放在迦南教会好的这样重要的使命。好，所以如果你旁边的人、身边人好，他对这一方面有疑虑或是不清楚，好，等一下我们再分享分组，或是之后你也可以跟我们的小组长好一起来讨论这样子。好，那也随时欢迎都找牧师来分享。好，那我们把时间交给婕妤。好，谢谢牧师。那等一下，在我们小组时间之前呢，今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下礼拜天呢，是我们青年牧区的献诗。那我们等一下会有君毅执事来带领大家，先听过这个歌哈，还没有要练习，再耽误大家5分钟，然后我们再去小组的教室。那小组的教室今天是这边，然后直直壮今天的主理是我们会用到2个场地，但是一样先去亲子室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先来前面集合。好吧，把时间交给君毅。我原本想说是分组，然后那个小组长带，也可以啦，要不然那个，不然就我们就听一下。那要请那个后面那个投影帮我放找 YouTube 的那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下礼拜要献的诗呢，就是叫做
我愿什么、啊？我奉献一生啊！我愿奉献一生吧！我愿奉献一生，我愿奉献一生。好，那其实这首歌是我挑的呢，就是好，那个就是因为我明天下礼拜天我们会在早上第一场，然后来献这首诗歌。好，那所以就是大家先听一遍，然后呢我们下礼拜再一起练，先大家有个印象，然后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歌词。来猜一下为什么我会选这首歌呢？没有讲。它的旋律我觉得还蛮简单的，就他等一下应该会再唱一次。那我们试着跟着他一起唱看。好，带大家唱。我愿意为你来奉献我一生。我愿。帮我小声一点点。好，就是那我们下礼拜就是会献这首诗歌哈。那个就是礼拜天，就是请大家把时间空出来，然后我们在下礼拜6的小组呢会来练习。然后呢，就是看我这礼拜，就是接下来这个礼拜会想到什么有趣的，把它加进去。所以大家先听过，然后如果要加东西才加得进去，好不好？好，那就谢谢大家。那我们就开始就是进入我们的小组阶段。我们今天聚会到这边。